Stephen， 你真係好好彩啊！有 Baskin Robbins 主持你嘅迎新會，教你做地區中心嘅董事會成員。我上年加入我嗰邊嘅董事會嗰陣，根本就冇咩大明星主持迎新會嘅。係啊，Maya，我個服務協調員講得啱，佢話你喺董事會好開心，所以我都應該會嘅。我知嚟呢度一定會開心過我之前喺狗公園做領養貓嘅義工啫。喂，真係估唔到你帶埋 Wax 嚟迎新會喎！哦，係啊，因為佢話我知佢對501C3治理好有興趣。各位先生女士，請鼓掌歡迎喺2006年3月 Santa Maria 露天商場一張傳單上面被譽為有遊戲節目主持一般魅力嘅人士 Boss Ken Robbins。多謝咁多位，我代表我自己感謝你哋選擇出席今日嘅迎新座談會。大家只係需要15分鐘嘅時間，我就會完美咁講晒作為董事會成員要知道嘅嘢。講下免責聲明先啦。今次唔會展示作為董事會成員所有要知嘅嘢，只係簡單介紹複雜嘅系統同當中嘅事務。不過份合約寫明我哋要推斷 Robbins 知道所有嘢。係咁，加州地區中心系統到底係乜嘢嚟嘅呢？咁就要講翻1969年立法機關通過咗 Landman 法案，並由州長列根簽署，令到加州成為全國唯一一個州份為患有 IDD， 亦即係我哋理解嘅智力或發展障礙嘅人士提供終身權利服務，等佢哋有機會過完全獨立嘅生活。佢話 Lantman 咁咪即係 Dexter 最中意嗰個超級英雄咯。各位讓路俾 Lantman， 大膽飛越木星環，跟住嗰隻飛碟。係喎，應該只係咁啱得咁巧啫。呢個法案嘅出現係由一班父母提出嘅，因為佢哋希望傷殘嘅子女可以喺社區生活同埋成長。喺試點階段，開設咗2間中心，為559人服務。喺2024年，就有21個獨立嘅地區中心，服務超過40萬個加州人，包括患有自閉症、腦麻痹、腦癇同智力障礙等等嘅人士。你哋知唔知道點解係21間呢？咁係因為我知啊。Maya， 你去過我其他座談會，咁就應該知道我所有嘅問題都係反問嚟嘅，等我可以答翻我自己。不過既然我哋係朋友嚟咯，你答啦。Lantman 法案係為回應社區需要而設，並唔係要設立一個州政府管理嘅系統。由於加州面積大，而且人口多元化，所以將系統分成21個中心，咁就可以將佢嘅服務本地化。每個中心都了解當地社區，用當地人嘅母語，考慮埋社會經濟背景，為支援對象提供最適合嘅服務。佢哋亦都知道可以用邊啲供應商，同埋有其他資訊去服務佢哋嘅社區啊！哇，你講得非常好啊！有做功課啊嘛。我其實係諗住話，因為法律規定。不過你呢個解釋我都可以接受嘅。咁我繼續講咯。60幾年前嗰個小型試點計劃已經成熟同埋改變咗好多。而家地區中心係支援成千上萬人嘅主要企業，佢哋每年嘅預算有成3億至超過8億美元。截至2024年，每年嘅預算更加係接近150億，講緊嘅係100億啊！唔好意思啊。係嘅，Maya，我可以答你一條簡單嘅問題嘅。咁係好多錢喎，你有冇一啲簡單嘅報告記錄住嗰啲錢啊？有啊，啲錢係邊個管理？州政府又點知呢啲錢用得其所呢？邊個確保地區中心遵守法律？佢哋點知有咩可以做，咩唔可以做啊？多謝 Maya 問呢啲簡短嘅問題啊。州政府嘅發展服務部，亦即係 DDS， 就係負責監督呢個系統。而且實際上，佢哋仲同每個地區中心嘅董事會簽訂咗合約，列明佢哋必須遵守嘅具體職能，咁先會獲得資金同埋獲准代表 Lantman 法案運作。DDS 會制定規則同向施行計劃嘅獨立地區中心批出特定嘅資助。份合約有85頁咁長，我而家會逐字逐句咁背俾大家聽。好啦，照而家嘅情況嚟睇，我都係俾個簡單嘅合約內容概覽你哋睇算啦。合約清楚列出法律上有啲咩服務可以提供，同埋有發展障礙嘅人點先符合資格參加地區中心嘅計劃。DDS 制定嚴格嘅監管規則，
牽涉財政管理、承包商營運以及評估、績效審查、人手編制，仲會幫州同埋聯邦政府監督同報告，而聯邦政府會資助大約40%嘅年度預算。DDS 必須確保遵守所有法規同滿足到合約嘅要求，唔係嘅話，資金可能會受到威脅嘅。所以呢個部門有超過700個員工去執行呢啲職能。係嘅，想問咩呢？我想問 DDS 做晒呢啲嘢，係咁仲要個董事會嚟做乜嘢啊？我好樂意解答你呢個問題。話晒我主持呢個座談會都收得好貴嘅。雖然州政府會監察成個系統嘅合規性，但係每個地區中心都要靠董事會確保佢哋遵守法律、履行合約，抱住尊重又有效率咁服務當地社區。按照法律，董事會係由對財務管理 IDD 社群有基本認識嘅人所組成，同時亦要反映佢哋服務嘅當地社群。咁即係話，董事會裏面至少要有1/4嘅成員係有發展障礙，同埋仲要有反映到當地族裔多樣性嘅成員。聽落好似好高要求喎。係好高要求㗎，所以唔會預期有董事會成員詳盡了解地區中心嘅所有事，所以各個中心都會請幾百人，佢哋都係各自領域嘅專家去應付日常營運。你同每個董事會成員都有好多資源可以運用。如果想睇下地區中心嘅情況，就要靠負責匯報嘅嗰一位員工。佢啱啱唔係話有成幾百個員工嘅咩？係啊，但係董事會得一個負責匯報，就係執行董事，咁我哋獲取資訊就易得多啦。正確，佢係受過嚴格訓練同教育嘅專業人士，了解殘疾、社會服務同埋行政領域。通常要經過廣泛嘅搜尋，先至會揾到合適嘅人選嘅。佢哋會管理日常運作。而佢哋同團隊之間嘅工作就係仔細了解同執行 DDS 嘅合約。除咗你之外，仲有10幾個甚至更多嘅董事會同事，負責及時接收執行董事同佢嘅高級職員有關地區中心表現嘅報告。如果你有任何疑慮，就有責任向執行董事提出問題，同埋得到答案。我唔明啊 Ken Robbins 先生，你之前話我哋唔使知晒所有嘢，係咁我哋點樣先？我而家就準備講啦。州政府要求每個地區中心都要提供持續培訓，例如今日咁樣。DDS 亦都會提供培訓材料。執行董事嘅工作係確保每個董事會嘅成員都明白地區中心嘅整體運作同埋中心嘅財務健康，計劃點樣以最尊重嘅態度去服務有需要嘅人，同埋點樣應對未來嘅增長同埋挑戰。當你習慣之後，其實都幾容易嘅 Stephen， 啲培訓好正，董事會成員仲會互相幫助。又答啱啦，Maya，你好中意我其他培訓喎。DDS 會確保董事會履行佢哋嘅職能。雖然地區中心嘅職員係全職嘅，但係你呢份唔係全職工作，只不過你應該問清楚地區中心董事會成員每個月需要參與幾多個鐘頭。你係義工角色，定期出席全體董事會議，同埋好似呢類培訓，你都應該加入財務或者社區服務，又或者係人民顧問委員會，等你可以更加仔細了解中心嘅運作。即係我可以同嗰啲家庭，仲有其他喺嗰度做嘢嘅人一齊做嘢。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啊！你會好開心，即時知道個答案係100%。唔得，唔得啊！唔得。事實上，你係絕對唔可以咁樣做嘅，因為有好好嘅原因。首先，董事會嘅角色可以話係置身事外。如果變成局中人，咁你就睇唔清楚大局，而你嘅工作就係要睇到大局。另外，地區中心服務嘅人係享有私隱嘅，咁啊根據 HIPAA 嘅指引，任何人包括董事會成員都唔可以知道佢哋嘅事務。你嘅工作係要確保合適嘅人能夠順利提供合適嘅服務俾整體服務對象，而唔係參與日常嘅工作啊。幾個月前有朋友叫我幫佢要求多啲服務，我問咗執行董事同董事會主席，佢哋話我唔可以咁做。如果我可以咁做，即係董事會只會幫自己人同朋友，咁樣對其餘嗰2萬人嚟講係好唔公平噶。我中意咁樣，公平好啊！我會將呢種做法稱為公平處事。如果董事會成員可以干預營運或者提供好處，咁唔單止唔公平啊，佢哋亦唔可以客觀執行職責。記住啊，你要由最頂層望落去，確保喺整體情況下，俾應該要發生嘅事情發生。監督同干預係好唔同嘅，要搞清楚啊！聽落就似係眼看手勿動啊！我叫呢種處理方法做眼看手勿動處理法。Ken Robbins 保留所有權利，
眼看係指董事會成員要審視資訊，向團隊提出問題同埋討論問題，而手脈動就係指身為董事會成員唔會直接參與地區中心嘅日常運作。仲有記住啊，唔係所有董事會成員都會一致同意某啲嘢或者投票一致，自己決定點投票，一如以往，少數服從多數。但係當董事會作出決定，你就有信託責任向所有當事人傳達董事會最終決定，同埋維持董事會團結一致。信託責任？我連係乜嘢意思都唔知喎。其實根本就冇人知。意思係你有義務維持實體內部互相信任，同埋代表呢個實體為佢嘅利益採取一切行動，而唔係為咗你自己。OK， 有一個知道。除咗我唔明嘅嗰一點之外，我就有另一個重點想喺呢一度講嘅。身為地區中心嘅董事會成員，要避免利益衝突，即係話你唔可以做一啲令你選擇其他利益而唔係董事會利益嘅事。你一定要首先顧及呢一個組織，確保佢服務對象嘅利益。各位先生女士，身為地區中心董事會成員嘅介紹座談會咧，已經嚟到尾聲啦。呢個時候我有義務，我嘅意思係話我好想聽下大家嘅問題啊。問唔問多個問題啊？好啊，問多個啊！你可唔可以講解下公眾諮詢程序同會議嘅禮儀啊？係公眾，係人民，呢一樣係我哋立國之本嘅偉大實驗。好啦，加州法律規定董事會會議要開放俾公眾，喺獲分配嘅時間提出問題，部分意見會提供到資訊，對地區中心係好有建設性嘅。只不過間中會有人喺會議度講自己嘅個人情況，仲會要求立即採取行動，又或者俾到答案佢，咁樣會係一個挑戰。因為正如我哋所講，要考慮到保密性，最重要嘅係董事會嚴禁參與獨立個案或者係情況。當有呢個情況發生，董事會同地區中心嘅員工要尊重同耐心聆聽，記低所講嘅情況，然後董事會主席同執行董事會去揾合適嘅團隊負責回應。咁就可以對任何提出嘅問題進行深入嘅調查，而唔係喺不知情再加上帶有情緒同單純想幫手嘅情況下回應。如果大家冇其他問題嘅話，我見到前排有隻烏龜好似想問問題喎，不過我唔係好肯定可以點樣處理，所以我會問個後生仔佢嘅問題係乜嘢。我想問嘅問題係喺邊度報名啊？非常好啊！你可以去地區中心申請，然後喺網上填表格，或者透過電話聯絡，直接問可以引導你完成申請程序嘅人。至於我哋社區裏面想做義工嘅人士，可以隨時問你嘅服務協調員。但係喺你咁做之前，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我爸爸喺我細個同我講嘅建議。喺承諾做義工之前，你應該出席幾次董事會會議先，咁做可以確保你自己真係適合加入董事會。你以呢種方式服務社區係莫大嘅榮譽同埋榮幸，正如今日所講，咁亦都係一個責任，確保你知道你可以投入所需嘅時間同精力。最後喺今日嘅座談會結束之後，請大家去大堂參與簽名活動。我本自傳叫《一大更 Baskin Robbins 的故事》第6卷。各位晚安啊！真係好精彩啊！直頭係全女打，我哋會好合拍。你點睇啊 ，Rex？Rex？Oh，Rex！